么样？还不舒服吗？我没事儿。刚才那孩子挺逗的，叫我爸。对呀。你是想说，那小姐挺漂亮的吧？瞧你，我是说这孩子挺可爱的。这孩子是你们幼儿园新来的？对呀。2个月前吧，有一天，他隔着幼儿园的栏杆往里头望，对了我笑一笑。后来我就请他进来坐了。过了2天，他就带着孩子来了。不过，他总是很忙，都很晚来接孩子。现在的单亲妈妈真的不容易。是不是有过比较严重的外伤？当时就是有没有